好，来继续来看故宫博物院，以上拢真有创意。这回推出这个奇幻的底剧，由5位女明星化身做国宝级的文物，加卡名模，做伙来看。 张荣荣的委员机，张钧甯的假头模，要连俞涵、瑞玛席丹、跟徐若瑄5位大咖的女明星，拢是古文物的化身。伊用真有创意的故宫博物院要推出小剧集《故事共舞》，找金马底片导演李芬贤来导演，每集5分钟。 徐若瑄是搬明代文物罗山沟化身成为李维布洛克，也搁调伫厝内。张钧甯是宋代清徽武文的水仙盆，张荣荣是当代仕女容。要连俞涵的快速时政贴，加瑞玛时代的借清描金游戏转新版。在故宫，带你穿越时空。 这其中拢有故事，嘛讲出伫疫情期间民众爱隔离，要怎排除孤单的时间。总共有10集，12月底就会推出。过去故宫一直有创新，要推出文物的巧克力，佮甲设计师合作推出时装表演。这摆更加拍这个剧集，古董配明星，新创意嘛，互人真期待。